功，敢真是遐尼厉害是？是，关个捕头将约宾客栈团团围住，也是无办法将伊抓着。连你带起人也抓袂着。属下无能，请大人恕罪。迄个神秘剑客，自称讲是杀死古凤顶4个人凶手是？是，你敢知什么名姓？属下毋知。王姐，知，连你加派几个人去探听，一定要将神秘剑客姓名查出来。属下遵命。听讲神秘剑客哦，自相认，想必是真正有杀人。将那凶手。阿娘，也杀人必死，有情义，必留的理由，假的动机。我听你这款的口气，你莫开对好三无。本来阿娘嘛以为讲这4个人真是你阿兄何三太死，也毋过迄个神秘的剑客，伊哪会讲遐个人是伊杀的呢？唉，连续杀死4条的人命，这毋是伫咧耍笑的呢，而且阁是爱斩头罪，啥人愿意去食这款的罪名呢？害你就是为着这点就咧想袂通。客嫂，即马江湖上的恩怨太侪，无听到被杀死迄4个人，甲神秘剑客另外有结什么冤仇？客嫂，现在上界重要，就是紧抓着迄个神秘剑客，一文便知啊！神秘剑客，功夫高深莫测，不但是抓伊袂着，连伊的性命都还袂查出来。你毋免知影我的性命，只要我问你的问题，你一来回答我，安尼就会用的。你免问啥物？你说你问我。寿龙甲着钟顺凤，即马伫咧倒位？我毋知影。因是你的朋友，过去是你请来啊。无毋对，但是，迄已经是过去了。既然你过去是你的朋友，即马你总该想要救因一条命才对。你是讲，高凤、朱角栋、基豪，还佫燕平，即马已经拢死了，剩你2个人也是同款难逃一死。
你是讲我将因两个人藏起来是？敢讲无？绝对无。好，既然你若是毋知因的去处，我家己来去找。总有一天一定会互我找着。大姐，莫非是花小姐？有啥物指教？我是想讲，要请教你，找张顺宏甲寿龙是要创啥物咧？我敢有甲你讲的必要？是毋是要杀伊？毋是，我是要救伊。哪呢？你为什么要杀人死的人？别出刘河山，我要叫伊甲我比劫。顾宏伊死的人，敢才是你杀的？花小姐是认为在下无这个可能。敢讲花小姐认为只有辟邪神剑，才有法度通治掉因死的人。或者也是花小姐，其他还阁知影有啥物原因呢？我啥物嘛毋知影。花小姐，我相信讲，就算讲你会知影讲有阁其他的啥物款原因，你嘛是袂甲在下讲，对无？花少爷，在下已经来寄了真久啊，我应该顾事。另讲若是有机会，则过来登门拜访，请。大哥，你相信伊的话？这你相信顾宏伊死的人才是伊杀的？嘛毋是伊杀的，为什么伊家己要承认？我认为，伊的承认一定是有目的，什么目的？逼刘和尚出面啊！敢讲伊是刘和山的仇人？寿林大概敢毋是，但是伊要甲刘和尚比较，这是事实的。而且，伊找张顺宏甲寿龙因两个人，并毋是要杀因，是要救因。这个话是安怎讲？因为伊惊刘和尚搁杀死因两个人啊！哪呢？你确定顾宏伊死的人是刘和山杀死的咯？你有见过刘和山着？伊人伫什么所在？你讲，大哥，你去讲。我毋知影，我啥物都毋知影。你。
车找我，毕竟是为着身边剑客的代志而来。你拢知影？我已经甲伊见过面。吴三，伊到底是什么来路的人？为什么伊要安尼做呢？我也猜袂出来做伊的用意。伊嘛去找阮大哥，要探听寿龙甲长孙红的下落。因大哥知影小龙佮长孙龙的去处，唔知影，安尼身边剑客，伊嘛要得到什么款的结论？吴三，我伫咧想，身边剑客，伊找寿龙甲长孙红伊两个人，一定有目的的，什么目的？要救伊两个人啊！身边剑客无可能救因两个人，因两个人已经死定。吴三，你莫伤大意。我互伊杀了不可。你杀死条人命，闹得官爷甲客三心不安宁。虽然义路行迹，并无做情，官府上面下令将你处刑。如果命案又再发生，枉花不亲，绝不用情。你若被捕在迄个公堂顶，怎叫孙安大人亲自申报刑？伊煞逼着归风传啊，何三势必告出关，客三男家照讲你断男，伊做什么孙案，当什么官？如今有心被剑客，自相人杀死孤红长苏林。你着暂时闪避，莫露面，做命可以他人心。问你安怎会讲这款话？我是为着你，我刘和尚，敢用做迄种小人的行为是？何三，你冷静想想者，我听到身边剑客是受人之托要来救你。受人寄托，什么人拜托？为什么要来救我？受客三要拜托啊！伊承认，伊杀人，就是要防止命搁再发生，挽救你的性命。其实，敢真是安尼做？因为你是伊最敬爱的大哥。无可能，绝对无可能！如果 K 三若是知影讲我杀死国王的死的人，已经到袂安尼使做。何三，这是我家己安尼猜想，要若无身边剑客，伊并无任何理由出面要来承认杀人。假使 K 三若真是安尼使做，伊怎对得起栽培头子的大官呢？这是，但愿我的猜想是毋对的。我必须要来去见身边剑客。小丽，酒无搁摕酒来。来啊啦！
啊，我毋是鬼啊，你来惊到安尼咧？你是安怎哪安尼惊到安尼啦？哪有咧惊啦？啊，就是无惊，毋才有来。啊，既然来，你就敢问看。迄当然的咯。是讲吼，伊毋知为着要刘和山，含我煞台咧。敢问看咱卖咧袂晓？嗯。嘿嘿嘿嘿嘿嘿，请问你大概袂杀我啦吼？应该抬，我就抬。嘿，我叫做敖咸鱼的，啊，我也袂晓武功。你是大英雄，按你讲起来，你应该是袂杀我这种人才对啦。嘿嘿嘿嘿嘿嘿。你哪会讲我是英雄？嘿啊，你杀死4个人，除掉遐恶霸，我就认定讲你是英雄。嘿啊，阮全工来后要来证实这4个是毋是死伫你的剑下？是真是假？甲你两个什么好关呢？哦啊，这关系大咧咯！你替刘和山报冤仇，一定是刘和山的朋友。安尼算起来，咱就是家己的人啊！你弟。我甲恁家己的人。对，在下就是刘和山的徒弟。安尼算起来，咱敢毋是家己的人？嘿啊，啊你是毋是剩恁两个刣无死，啊所以你才无爱走吼？会对无？但是你爱注意哦，迄波头吼四界伫咧找你，要掠你哦。哎呦，喂啊你啊喂啊！是毋啦？偌济人我替付啦，今仔无现金，小欠。你要负责哦？当然咯，替阮师傅杀死4个人，我请的一道酒菜，这嘛是应该看到。迄4个人绝对毋是伊刣。哎，啊，阮若无讲，你哪会知影？当然知影，自称是神秘剑客，拄只捕快伫咧围捕迄个人，对无？嘿，伊人伊本人都承认讲，迄4个人就是伊刣死的，啥物你讲伊毋是凶手？我知影，毋是伊。嘿，听你的口气，你敢若知影啥物秘密的款哦？我只知影神秘剑客毋是凶手，其他的我一概毋知。嘿，啊伊毋是凶手，无像是凶手啊！是毋是你？你看，我敢有像是一个杀人的凶手是？嘿，迄著真歹讲哦，知人知面是不知心啊！啊，你雄雄伫外口骗你嘛，阮当然对你嘛有过分的嫌疑啊。毋知你后白讲，你敢知伊是啥物人？伊是小妹，莫插伊，伊若要安怎想，就互伊去想嘛。哎呦，原来你死的就是伊刣的。
也是鼎鼎有名的长顺凤，想袂到今仔日变成甲遮尔落魄，时时提心吊胆，过着惊心的日子。你什么人？身被剑客。哈？身被剑客？讲呢？我跟你无想，为什么你杀死高王死人哈？你人秘检咧庙内，搁也会知影外面的消息啊？哪呢？人家是刘和尚叫你来了。大家，你老命，我错啊！我知影唔对啊！你留我的命好，哦，留我的命。对我行，你在我身躯边，你才有性命。要若无，你一定爱死。我爱，我爱，你分明是要来杀我，唔是要来救我。我若是要杀你，我即马只要一剑，就会当将你杀死。不过，高文死人已经死伫你的手头，你敢要留我？算讲你好狗命，伫个六号山还未找到你以前，先互我找到你。要若无，啥物人都免想要救你。你这是怎么来救我？